大家好啊，谈天是什么意思？标题谈天的意思，谈天是指聊天、说话、谈话的意思，一般是指轻松的说一些日常的事情，不是正式的谈话。例句：我们坐在一起谈天，说说生活中的趣事。他喜欢跟朋友谈天，聊得很开心。简单来说，谈天、聊天、说话